在台湾，超过70%的家庭每天都吃水果来保护肝脏、心脏和免疫系统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知道吗？很多人无意中让肝脏的负担增加了1倍，只因未清洗水果的方式错了。我行医40多年，看过太多案例，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根据资深农民的经验，加上食品检验数据整理出来的5种风险最高的水果。这些水果不是不能吃，而是要懂得怎么洗、怎么选，才能吃得安心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才能收到最实用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认真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；如果没有，就打0。如果你现在离开这支影片，可能会继续那些看似无害，却悄悄伤害全家人肝肾的习惯。今天我们要谈的是5种台湾人最常吃的国民水果：葡萄、草莓、苹果、柑橘类，还有荔枝跟龙眼。你可能会想，医师，水果不是都很健康吗？没错，水果确实很好，但是有些水果有它的黑暗面，连很多台湾人都不知道。不是要你不敢吃水果，而是要你懂得聪明的吃。我知道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有点担心，但请放心，这支影片的目的不是要让你恐慌，而是要帮助你建立正确的观念。影片的最后，我会分享5个在台湾吃水果的安全原则，每个人都做得到，而且非常简单。只要调整一点点习惯，你就能大幅降低风险，保护全家人的健康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为什么这5种水果需要特别注意，以及该怎么做才能吃得安心又健康。台湾的气候又热又湿，非常适合水果生长，但同时也很适合病虫害繁殖，所以农民们为了保护作物，必须定期喷洒农药。这不是农民的错，而是气候条件造成的必要措施。根据台湾食品检验机关的数据显示，大约50%到60%的水果样本都验出农药残留，但是请注意，大部分的残留量都在法定标准之内，并不代表不能吃。问题在于，有些水果的农药残留量经常名列前茅，这就需要我们特别留意。农药的运作方式是这样的，它会渗透到果皮里面，有一部分则附着在表面。如果清洗的方式不对，或是削皮的方式错误，农药就可能转移到果肉上，最后被我们吃下去。很多人以为用清水冲一冲就够了，但其实这样只能洗掉表面的灰尘，对于渗入果皮的农药帮助不大。还有人习惯把水果泡在水里很久，以为这样可以泡掉农药，结果反而让水果吸收更多水分，变得软烂，甚至让农药往果肉里面渗透。我要强调一点，台湾的食品安全规范其实非常严格，大部分的农民都有按照正确的流程种植。问题不在于水果本身有毒或没毒，而在于我们吃的频率、清洗的方式，还有水果的来源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每天都吃同一种水果，而且都没有好好清洗，长期下来，微量的农药累积在体内，就可能对肝脏和肾脏造成负担，尤其是小孩和老人，他们的代谢功能比较弱，更容易受影响。所以接下来我要带你认识这5种风险最高的水果，不是说它们不好，而是它们有特殊的生长特性，导致农药使用量较高，或者清洗起来比较困难。只要你知道怎么挑、怎么洗，这些水果一样可以安心享用。现在让我们从第1种开始谈起。第1种就是葡萄。在台湾、台中、彰化、台南的葡萄非常有名，不管是送礼、逛夜市，还是去超市买菜，你一定常常看到葡萄。葡萄又甜又多汁，大人小孩都爱吃。
但你知道吗？葡萄也是最容易有农药残留问题的水果之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葡萄非常容易生病，它会长白粉病、陆菌病，还有各种小虫子喜欢咬它。为了保护葡萄不被病虫害破坏，农民在一季里可能要喷7到10次农药。这不是农民想要的，而是气候和作物特性逼得他们不得不这样做。葡萄的果皮很薄，而且容易裂开，它是浆果类，含糖量高，这让虫子特别喜欢。更让人担心的是，有些果园会使用生长调节剂，让葡萄长得又大又整齐，看起来非常漂亮。这种做法本身不违法，但如果使用过量，或是没有在采收前停止使用，就可能有残留。我记得几年前，有一位妈妈带住孩子来看诊，她叫林佳慧，39岁，住在台南。她跟我说，她每天都给孩子吃葡萄，因为方便又营养。结果孩子连续几个月都肚子胀胀的，消化不好，胃口也变差。后来抽血检查，发现肝指数稍微偏高。我问他，你都怎么洗葡萄？他说，就用水冲一下啊，有时候泡一下。我说，那你有把葡萄一颗一颗搓洗吗？他愣了一下，没有耶，我都整串拿起来冲而已。我记，你看，很多人都是这样，不是他不爱孩子，而是没有人告诉他正确的方法。后来我教他怎么洗，他回去照做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孩子的状况就慢慢好转了。那到底该怎么洗葡萄呢？我教你正确的步骤。第一，不要剪开，保持整串，因为剪开之后，水和农药会从切口跑进果肉里。第二，先用流动的水冲洗，水流要够大，把表面的灰尘和农药冲掉。第三，准备1盆水，加入1小匙盐或小苏打粉，把葡萄整串放进去，泡5到10分钟，不要泡太久，因为葡萄皮会吸水。第四，泡完之后，把每一颗葡萄拿起来，用手指轻轻搓洗表面，这一步非常重要，很多人都跳过了。第五，再用清水冲洗一遍，沥前水分就可以吃了。这样做可以去除表面70%到90%的农药残留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只是多花一点时间就能保护全家人的健康。另外，挑选葡萄的时候也有技巧，不要选太完美、太整齐的那种，因为那可能用了太多化学药剂；也不要选果粒特别大、大的不正常的，那可能是生长调节剂用多了。自然生长的葡萄大小会有一点差异，颜色也不会，每一颗都一模一样。记住，葡萄本身很好，只是要懂得怎么挑、怎么洗。第二种水果是草莓。草莓被称为水果皇后，在台湾非常受欢迎。桃园、苗栗的草莓园，每到产季就会涌入大量游客去采草莓，草莓又红又甜，光看就让人心情好。但你可能不知道，草莓其实是最脏的水果之一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草莓有3个特点，让它特别容易沾染农药。第一，它长得很低，几乎贴在地面上，所以土壤里的细菌、虫子都很容易接触到它。第二，草莓的皮非常薄，几乎没有保护层，农药很容易渗进去。第三，草莓表面有很多小凹槽，那些凹槽就像藏污纳垢的地方，农药一旦附着上去，用清水根本冲不干净。国外的食品检验报告显示，有些草莓样本上面验出超过10种农药，最多的甚至有17种。想象一下，一颗草莓上面有17种不同的化学物质，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！在台湾，很多人喜欢去观光果园现采现吃，觉得这样最新鲜。但问题是，刚采下来的草莓表面可能还有农药残留，如果没有清洗就直接吃，风险是非常高的。我记得有一个大学生叫张瑞安，21岁，在台北读书。有一次他跟朋友去采草莓，
现场吃了好几颗。回家之后，他的嘴巴周围开始有点痒，还长了一些小红疹。他以为是过敏，后来去看皮肤科，医生问他最近吃了什么，他才想到是草莓。医生跟他说，你下次吃之前一定要洗干净，不然这种情况还会再发生。很多人以为草莓看起来干净就不用洗，但其实表面那些白色的小点点就是草莓的种子，农药很容易藏在那些缝隙里，所以洗草莓一定要有技巧。那怎么洗才对呢？我教你正确的方法。第一，不要先把蒂头拔掉，因为拔掉之后，农药和水会从那个洞跑进去。第二，把草莓放在流动的水下面冲洗，一颗一颗轻轻搓洗。第三，准备一盆水，加入1小时盐或小苏打粉，把草莓泡进去，5分钟就好，不要泡太久，因为草莓会吸水变软，口感会变差。第四，泡完之后再用清水冲洗几次，然后才可以拔掉蒂头。第五，如果家里有小孩或孕妇，我建议你尽量买有机草莓，虽然贵一点，但安全性高很多。挑选草莓的时候，也要注意几件事。第一，颜色要自然，不要选太红、太亮，像打了蜡一样的草莓。第二，闻闻看，有莓，有淡淡的草莓香味。如果完全没有味道，可能经过化学处理。第三，果形不用太完美，自然生长的草莓会有一点不规则，这才是正常的。草莓真的很好吃，但一定要洗干净再吃，不要因为贪图方便，让全家人的健康暴露在风险之中。第三种水果是苹果，大家都听过一句话，一天一苹果，一生远离我。苹果的营养价值确实很高，富含膳食纤维、维生素 C， 对心血管和肠道都有好处。但是进口到台湾的苹果有一个隐藏的问题，就是果蜡。苹果在出口国采收之后，为了预防病虫害，会喷洒好几次农药，接着为了让苹果在长途运输过程中保持新鲜，不容易腐烂，果农会在苹果表面涂上一层蜡。这层蜡本身如果是食用级的，其实没有问题，但问题是市面上有些苹果用的是工业蜡，成本低，但对人体有害。更麻烦的是，这层蜡会把农药锁在果皮里面，光用清水根本洗不掉。如果你连皮一起吃，就等于把农药和工业蜡一起吃进肚子里。我记得有一位南投的老农民，他跟我说，医师啊，我已经10年没有吃进口苹果的皮了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，因为我知道那些苹果怎么处理的，那层蜡不是好东西，这是内行人才知道的事。那你可能会问，医师，我该怎么知道苹果有没有打蜡？很简单，用手摸摸看，如果苹果的表面摸起来很滑很亮，像打了一层油一样，那就是有打蜡。如果闻起来有一种怪怪的化学味道，也要小心自然的苹果，表面会有一点粗糙感，不会那么光滑。如果你真的想吃苹果皮，该怎么清洗呢？第一，先用流动的清水冲洗苹果。第二，撒一点盐或小苏打粉在苹果表面。第三，用手用力搓洗，特别是蒂头和底部的凹槽，那里最容易藏农药。第四，再用清水冲洗好几次，直到摸起来不滑为止。但说实话，如果你家里有小孩、孕妇，或者是身体比较虚弱的长辈，我建议你还是削皮比较安全，因为就算你洗得再仔细，还是可能有残留。有些人会说，可是苹果的营养都在皮上啊，削掉很浪费。没错，
苹果皮确实有很多营养，但如果那层皮上面有工业蜡和农药，你吃进去的坏处会比好处多，所以还是要看情况。如果你买的是台湾本地种的苹果，或者是有机认证的苹果，那当然可以连皮一起吃。但如果是进口的、来源不明的，我真的建议你削皮。另外，挑选苹果的时候，也不要只看外表，太完美、太漂亮、太有光泽的苹果，反而要小心自然生长的苹果。表面可能会有一点斑点或疤痕，这才是正常的。有些人还是用苹果皮来泡茶、煮水，觉得这样可以养生。但如果你用的是打过蜡的苹果，那些化学物质会随着热水溶解出来，反而对身体有害。所以如果要用苹果皮做料理，一定要选有机的，或者至少要用热水烫过几次。苹果本身是非常好的水果，但要懂得怎么选、怎么洗，才能吃得安心。记住，不要被漂亮的外表骗了。有时候越完美的东西，背后可能藏着越多问题。第4种水果是柑橘类，也就是橘子、柳丁、葡萄柚这一类。在台湾，柑橘类水果非常普遍，台南、云林、屏东都是主要产区，几乎家家户户冰箱里都有橘子。柑橘类富含维生素 C， 对免疫系统很好，所以很多人每天都会吃。但你知道吗？有些果园为了增加产量、预防病虫害，会用一种叫做树干注射的方法。什么是树干注射？就是把农药或生长调节剂直接注射到树干里面，让药剂随着树叶输送到整棵树，就像人生病的时候打点滴一样，药物会随着血液流到全身。这种方法可以让果实长得更大、更甜、更漂亮，也可以预防病虫害，听起来很有效率，对不对？但问题是，这些药既会残留在果皮上，甚至渗透到果肉里。如果没有经过适当的代谢器就采收，残留量会非常高。很多人觉得柑橘类的皮很厚，农药应该不会跑到果肉里吧？这个想法只对了一半。确实，厚厚的果皮可以阻挡大部分的农药进入果肉，但问题是，果皮上面的农药含量非常高。当你剥皮的时候，手指会沾到果皮上的农药，然后又去拿果肉来吃，农药就这样转移到你的嘴巴里了。更严重的是，很多台湾人喜欢用橘子皮、柳丁皮来泡茶、做果酱、做陈皮，他们觉得这样可以化痰，帮助消化。但如果你用的是有农药残留的果皮，那些化学物质会随着热水溶解出来，你等于是在喝农药茶。我记得有一位高雄的病人叫陈淑芬，52岁，他每天都会用橘子皮泡茶喝，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清痰润喉。他喝了大概半年，有一天来医院做健康检查，发现肝指数偏高。我问他平常的饮食习惯，他说没有特别不好的习惯，只是每天喝橘子皮茶。我跟他说，你用的橘子皮有没有洗过？他说有啊，我都用水冲一下。我说只是冲一下不够，橘子皮上面的农药很难洗掉，你要用热水烫过好几次才行。后来他改用有机橘子的皮，或者前萃不再泡皮茶。过了几个月，
肝指数就慢慢恢复正常了。所以吃柑橘类水果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几件事。第一，剥皮之前一定要先把整颗橘子用清水洗干净，不要觉得反正要剥皮就不用洗，这个观念是错的。第二，剥完皮之后最好洗一下手，再去拿果肉，不要让手上的农药转移到果肉上。第三，如果你想用橘子皮做料理或泡茶，一定要经过以下步骤：先用温水冲洗，再用小苏打粉浸泡，然后用力搓洗，最后用热水烫2到3次，这样才能去除大部分的农药和蜡。第四，挑选橘子的时候，不要选那种特别亮、特别光滑的自然的橘子皮，表面会有一点粗糙感，也会有一些小孔，如果摸起来太滑，可能是打了蜡。第五，闻一闻有没有怪味道。正常的橘子会有清新的柑橘香，如果闻起来有化学药剂的味道，最好不要买。柑橘类水果本身非常好，富含维生素 C 和类黄酮，对身体很有益处，只是要记得正确的清洗方式。还有，不要随便拿果皮来泡茶，这样才能真正吃到它的好处。第五种水果是荔枝和龙眼。夏天的台湾又热又湿，正是荔枝和龙眼的产季。这2种水果又甜又多汁，是很多人的最爱。但你知道吗？荔枝和龙眼在生长过程中非常容易受到病虫害侵袭，所以农民必须喷洒多次农药。但最让人担心的不是生长期间的农药，而是采收之后的后处理。为了让荔枝和龙眼保持鲜红的颜色，不要变黑变褐，有些果农会用硫磺熏蒸，这个过程叫做熏硫，可以让水果看起来更新鲜，卖相更好。问题是硫磺残留在果皮上，当你剥皮的时候，手指会沾到，然后又去拿果肉，就把硫磺吃进去了。除了熏硫，还有一些果农会把荔枝和龙眼浸泡在保鲜液里，让水果可以保存更久。这些化学药剂同样会残留在果皮表面。更严重的是龙眼钱，为了让龙眼钱的颜色漂亮，保存期限长，很多加工厂会使用大量的防腐剂和漂白剂，这些化学物质在前造过程中会变得更浓缩，吃下去对肝肾的负担更大。我记得有一位台中的老太太叫廖秀美，67岁，她每天都会吃一大把龙眼钱，因为她觉得可以补血安神，但她吃了一段时间之后，觉得身体越来越累，还有点头晕。后来来医院检查，医生发现她的肾功能有点下降。医生问她：“你平常都吃什么？”她说：“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每天吃龙眼钱。”医生说：“你买的龙眼钱有没有闻起来味道特别重？”她想了想说：“好像有点浓浓的药味。”医生建议她换一个品牌，最好买有品牌信誉的，不要买来路不明的散装。后来她照做了，也减少了吃的量，身体状况就慢慢改善了。那我们该怎么吃荔枝和龙眼才安全呢？第一，剥皮之前一定要先洗。很多人觉得反正要剥皮，就不用洗，这是错的。要用清水把整颗果实冲洗干净，才能减少果皮上的化学残留。
第二，剥完皮之后要记得洗手，或者用湿纸巾擦手，再去拿果肉，这样可以避免手上的化学物质转移到果肉上。第三，如果你要买龙眼钳，一定要选有品牌、有检验、合格标章的产品，不要贪便宜买那些来路不明的散装或。第四，挑选新鲜荔枝和龙眼的时候，要注意颜色。如果颜色太鲜艳、太均匀，可能是经过化学处理的自然的荔枝和龙眼，颜色会有深有浅，这才是正常的。第五，闻一闻有霉有异味，正常的荔枝和龙眼会有淡淡的果香。如果闻起来有刺鼻的化学味道，最好不要买。荔枝和龙眼本身富含维生素 C 和多酚类物质，对身体很好。只要懂得正确的清洗方式，还有选择可靠的来源，一样可以安心享用。好，现在我们已经谈完了5种高风险水果，你可能会想，医师，听起来每种水果都有问题，那我到底该怎么办？请记住，问题不在于水果本身有毒，而在于我们长期的错误习惯，累积下来对肝肾内分泌系统造成负担。只要你愿意调整一些小习惯，就能大幅降低风险。现在我要给你5个简单但非常重要的原则，这些原则是用于在台湾吃任何水果。第一，轮流吃不同种类的水果，不要每天都吃同一种。很多人习惯买1箱水果，然后连续吃1个礼拜。这样做的问题是，如果那个种水果刚好农药残留比较高，你就会累积过量，轮流吃，可以分散风险。第二，用流动的清水冲洗，并且用手搓洗表面，这比单纯浸泡更有效。很多人以为把水果泡在水里就可以去除农药，其实不然，流动的水加上搓洗，才能把表面的农药带走。第三，小苏打粉或盐水浸泡，时间要适当，不要泡太久，5到10分钟就够了。泡太久反而会让水果吸水变软，甚至让农药往里面渗透。第四，对于果皮要谨慎，如果是进口水果、打过蜡的水果，或者果皮很厚的水果，建议削皮比较安全。虽然果皮有营养，但如果上面有农药和蜡，吃下去的坏处会比好处多。第五，优先选择可靠的来源，大型超市、农民合作社，或者有机认证的农场。这些地方的水果相对比较安全，不要贪便宜买来路不明的水果，因为你不知道它经过什么样的处理。这5个原则，每一个都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但只要你愿意做，就能保护全家人的健康。记住，水果仍然是最好的食物之一，它提供我们维生素、矿物质、膳食、纤维，对身体有无数的好处，只是我们要聪明的吃，而不是盲目的吃。只要你愿意把清洗的方式升级一点点，就能减少80%到90%的风险，这不是很值得吗？好，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我想跟你说，当你正确的清洗水果，你不只是在保护自己，你是在保护全家人的肝脏和肾脏。很多台湾的长辈和小孩每天都吃水果，但很少人知道正确的清洗方法，
长期累积下来，那些看不见的伤害会慢慢出现。我知道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可能让你有点担心，但请记住，我做这支影片不是要让你害怕吃水果，我只是希望你能更了解自己的身体，知道怎么用正确的方式照顾它。水果是大自然给我们最好的礼物，它提供我们营养，让我们保持健康。我们要做的只是多花一点点时间，把它洗干净，这样简单的动作就能让你和家人安心享用，不用担心农药的问题。今天晚上，当你从冰箱拿出水果的时候，试试看我分享的方法，用流动的水冲洗，加一点盐或小苏打粉，用手搓洗表面，然后再冲洗一次，你会发现，这其实一点都不麻烦，但效果非常好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的爸爸妈妈或者你的孩子有帮助，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，让他们也知道怎么保护自己，怎么吃得更安心。记住，健康是一辈子的事情，从今天开始，从正确清洗水果这件小事开始，你就在为自己和家人的未来打下良好的基础。谢谢你看完这支影片，祝福你和你的家人都能健康平安。我们下次见。